主后2025年6月初8，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26章16节到23节。乌西雅强盛了后，心就骄傲，志高衰败，得罪上主伊的上帝。伊入去上主的圣殿，要伫香坛烧香。祭司亚撒利雅带上主勇敢的祭司80人缀乌西雅入去。阻挡王甲伊讲：乌西雅烧香予上主，毋是你应该做的代志，是祭司阿伦的后代受分别来做的职务。你着对圣殿出去，因为你已经犯罪，你袂当得到主上帝予你的尊荣。乌西雅手提香炉要烧香，一听到就对徛伫上主殿内香坛边遐个祭司发生气。迄时伊的头遐忽然起麻风。大祭司亚撒利雅甲所有的祭司看到伊头遐起麻风，就甲伊赶出圣殿，伊家己嘛赶紧离开，因为上主降灾祸予伊。乌西雅王得着麻风到伊死的日，伊因为麻风受隔离，袂当阁进入上主的殿。伊的囝约坦管理王家的事，治理国政。乌西雅其他的事迹，对头到尾有记载伫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的册。乌西雅转去伊的列祖遐，人讲伊得着麻风，就将伊安葬伫列王墓园边仔的墓地。伊的囝约坦续接伊做王。列位兄弟，大家平安。即世间有一寡人得着大头病，家己袂感觉家己有啥物症头，感觉家己真敖真下。伫今年5月19日，伫台北三峡有一个医生老先生赛车弄死4个人，搁造成11个人轻重伤，后来伊家己也死。因后生伫灵堂的满拿写讲永远胜利，造成公愤。这个老先生确实是人生的胜利组。退休前，伊伫某一间出名私人公司担任高级主管。伊也受选做过模范父亲。总是以前就捌伫同一条路有赛车搏枪违规的记录案底。这甲恐怖分子的行为差不多。也捌看过有人真爱找出名的人做伙翕相。我捌看过有某一间小面店的头家伫壁顶搭10几张甲当当时台湾政治界出名的人的合照。也捌接到有人伫面子顶面一张印超过10个以上身份的资历自我介绍。毋管有了无了，爱听风神的人总是会互人 OS 笑笑拿定，袂伤认真。毋过，若假使有基督徒自认为家己真敖真下，应该爱受特别的表扬也是纪念，得到某一个头衔，也是领到特别的奖赏的时，有时面对的毋是干那人的评价甲论断，还佫有将来上帝的裁决甲审判。今日咱读到犹大王乌西雅，伊有大头病，志高受上主警告，得着麻风病，诚做爱甲人隔离，也不得上圣殿的下场，真可惜。咱今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
历代志下卷26章到27章，大省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乌西亚做犹大王，26章1节到5节。乌西亚的事迹伫历代志用26章全章做介绍，若是伫列王记下卷15章，只有用短短7节来讲起乌西亚。亚玛谢互部下暗杀，死了后，伊的囝乌西亚起来做王。迄时伊才16岁，毋过伊做王头尾52年，是列王中间在位上长的一位。有圣经学者讲52年是包括伊甲伊的老爸亚玛谢有联合执政25年，也算在内。历代志下卷26章40到6节，并记乌西亚是一个照老爸好所做，做上主看做好诶去做诶王，所以伫伊寻求上主诶年日，上帝也互伊亨通繁荣。第二段第26章6节到15节，咧讲到乌西亚王伊诶军事胜利甲功绩。这段就是咧讲，当乌西亚伊敬畏上主诶时，上帝互伊亨通诶实例，主要是表现伫军事上诶胜利。上帝帮助伊打败非利士人，取得加萨走廊，佮攻占南地，取得阿碧湾一个真重要诶港口，叫做伊洛，也叫做伊纳他。伊诶强声甲名声透到埃及，连阿文人都来甲伊进贡。迄时诶国际因为亚述甲叙利亚拢衰微中，所以拜以色列诶耶罗波安二世，相款伫军事上也真强。南北国加起来诶国土面积，也差不多是所罗门王上强诶时诶版图面积。即款诶盛景也维持无介久。乌西亚伊也有农业方面诶兴趣，所以伊去守望台甲挖真侪水池仔，也请人饲精生，甲种植管理葡萄园。另外，乌西亚伊手下有训练有素307500人诶军队，阁有真精良诶武器，用伫攻击甲防备，而且伊也请教会师傅设计强大诶机器，会当用来射箭，甲hit大粒石头。通讲，伫长路时已经是一流强国诶水准。圣经讲，伊国家真强盛，是因为上帝帮助伊。第三段是26章16节到23节，乌西亚骄傲受刑罚。乌西亚伫伊强盛了后，心就骄傲，直到衰败。伊得罪上主伊诶上帝。原来这代志是因为伊入去上主诶圣殿，要伫香坛烧香。总是这个代志，传统上只有属伫阿伦后代诶祭司才会当执行诶职务。因为安尼，祭司阿撒利亚带80名勇敢诶祭司，阻挡乌西亚王做这个代志，搁要甲伊赶出圣殿。若是王毋听，搁转受气，即日要摕香炉烧香，结果伫伊个头遐刷起麻风病，受上主责罚降灾。此后，因为伊着麻风病，直到4个日，就受隔离，毋但袂当搁入上主的圣殿，连管理家事甲治理国政的代志，也交互伊的囝约坦做摄政王。因为伊着麻风病无好，属律法规定无清气的人，
所以伫迄死后，敢若会当单独葬伫列王墓园边仔的墓地。第四段27章1到9节，得讲犹大王约坦。乌西亚王伊死了后，伊的囝约坦25岁做王16年。这16年的前10年是甲伊的老爸联合执政，后面3年是甲伊的囝约哈斯共同治理算在内。所以，咱犹大国后来的国王差不多也拢有提早伫做王族的期间学习执政的历练，才接手做王的阶段。约坦伫圣经的评价也算好王之一，伊做上主看做好的事，也照伊的老爸乌西亚所做所行去做，只是无亲像伊的老爸大胆妄为，想要入去上主的圣殿烧香。唯一的缺陷就是人民所做犹原败坏，国家日渐朽烂。约坦的好事迹表现伫3点：第一，去上主圣殿的上门；第二，加强耶路撒冷甲犹大的防御工事；第三，拍败阿门王连得3年丰富的进贡。约坦死了后，伊的囝约哈斯续接伊做王。历代志下卷26章到27章对咱有甚物教示呢？第一，咧讲到着谦卑甲骄傲，谦卑顺服会得主祝福，骄傲背逆自惹灾祸。圣经记载几若个王，伫因谦卑顺服上主、敬畏上主的时，有得到上主的施恩赐福；总是伫因骄傲背逆犯罪时，也受上主的管教、责罚，甚至气杀。亲像扫罗王原本伊是上主所拣选，建立以色列国的开基王，是一个受上帝重用的人。总是伫伊得意、大主大意，留毁灭的战利品，佮家己献祭时，受先知也是祭司、士师的撒母耳责备。撒母耳讲：你若有遵守上主的命令，上主会坚固你伫以色列的王位到永远。但因为你无遵守上主的命令，上主已经找到一个合伊心意的人来做伊子民的领袖。另外，撒母耳也讲，上主减伊爱烧化祭甲祭物，较赢伊爱人尊叹伊的话。你着知，尊叹比献祭较好，顺叹赢过羊港的油。陪伴亲像惊邪术是犯罪，自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因为你去杀上主的话，伊嘛去杀你，毋互你做王。上帝嘛对大笔无较偏心，大笔犯罪嘛无通公告上帝。大笔有悔改，毋过也有受应该受的刑罚。北以色列国的开基王耶路伯安原底上帝要赐福伊，总是伊煞离开上主来做2只金牛仔的偶像，带人民拜金牛仔像得罪上帝。伫伊要献祭烧香互金牛仔时，上帝也互伊的手就物件求袂倒转，总是落尾，伊也继续即个不顾自惹灾祸。今仔日咱所读的乌西亚王，算是好王，毋过后来伊自认家己的功劳真大，得到大头病，掠做家己真敖，会当入去圣殿献香互上主。
毋过，照上主律法的规定，这是专属上主所竞选指定阿伦后代的祭司才当专职做的代志。乌西亚王即日要做，就直接得罪上帝，互上帝管教、警告，直到得到麻风病，诚做无清气的人。此后，袂当入上帝的殿，也袂当伫王殿执掌国政。这对咱是一个真大的提醒甲警醒，咱千万毋通自认为对教会也是某一个机关机构有真大的贡献，就得到甲乌西亚同款的大头病，做出逾矩超越本分的要求。最后所教是咱，当咱做好做完咱的本分的事，主讲，恁嘛着安尼，恁做了受交代的代志了后，就讲，阮是无路用的仆人，阮不过是尽本分做拿定。第二，做尽职的好领袖。乌西亚甲约坦两代也拢算是犹大的好王。历代志下卷26章50则讲，乌西亚找求上主的年日，上帝互伊亨通繁荣。也另外伫15节的所在，则讲乌西亚的名声传到真远，国家真强盛，因为上帝帮赞伊。27章第2节讲到伊的囝约坦渐渐强盛，因为伊坚定顺服上主，伊的上帝。做王的职责就是爱听上帝，甲听人民，带人民敬畏上帝，也带国家会当富强，人民会当国泰民安，享受安乐的生活。按这个标准，因拢尽心做上主看做好的事，而且也带互国家甲人民行往强盛的日子。乌西亚的老爸阿玛谢伫甲以色列王约哈斯交战的中间大败，民主尽扫落地。毋过乌西亚有振作，伊互犹大国诚做连埃及都重视的一个强盛国家，也扩大国土版图，这是非常的成就。乌西亚的囝约坦也打败阿文人，得到连续3年的大进贡。当然，这拢是无容易的代志。呾这咧甲咱讲啥物？咱做一个基督徒，无论咱是做人爸母是大家长，也是讲是一个单位的主管，也是比主管较大的职位，咱着听上帝，尽职做好咱所着做的代志。照顾好，咱着特别关心疼惜的人，无求最大的幸福。那安尼就是荣光上帝，佮互人得到利益福气，这也会受主呵乐，甲受人的赞赏肯定。最后伫遮讲，咱爱为主顺道行十字架的忠诚。26章第5节讲到，教导人敬畏上帝的撒迦利亚在世的时，乌西亚找求上主，伊找求上主的年日，上帝互伊亨通繁荣。伫圣经中有几个叫做撒迦利亚的人名，可见撒迦利亚也算是一个普遍的人名。咱伫24章有读过，约哈斯王杀死伊的文情人，也有亚大的囝祭司撒迦利亚甲伊的兄弟。
撒迦利亚是正直、忠诚、敬虔上主的名。伫新约中，耶稣出世以前，洗约翰先出世。原本众人期待要甲这婴仔也通照伊老爸名，号做撒迦利亚。总是婴仔老爸撒迦利亚写讲，伊的名叫约翰，所以咱通推测撒迦利亚这名是祭司家族传统的名之一。当伫乌西亚王做王期间出现的这位撒迦利亚，伊是毋是祭司也是先知，咱并无真清楚。毋过伊是一个受王器重，也受人民敬重爱戴的儒学教师。伊教导人敬畏上帝。伫伊活地的时，也未输是国师深深影响乌西亚王，互伊追求上主。国家也因为伊得到上主祝福，兴通繁荣。另外，咱看26章16节到20节，当落时的大祭司阿撒利亚带上主勇敢的祭司80人，阻挡王毋通伫神圣的圣殿做无合宜、无应当做有故的代志。乌西亚王若亲像扫罗王心怀，也是亲像约阿施王的歹，连祭司都敢抬。那安尼，阿撒利亚甲伊的祭司同事也要因为违抗国王的名义受制裁。该在乌西亚也会晓毋通做即种的代志。当咱对主的基督徒，咱就是爱举十字架来跟对主。举十字架是指信主耶稣，咱着爱忠诚敬虔，搁为主牺牲顺道的觉悟甲决心。路加福音12章8到9节，主耶稣讲：我甲你讲，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人子伫上帝的天使面前嘛会认伊；毋过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人子伫上帝的天使面前嘛毋认伊。真正的信仰是会当为主活，也愿意为主死。无论是活也是死，咱拢是属主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领受你的话，甲明白圣经所咧讲，阮毋通因为阮做一寡家己感觉有成就的代志，就认为家己真敖真会。反倒转，阮着爱谦卑，追求主的面，因为主你甲阮讲，伫阮做这的代志了后，阮唯通讲的是，阮是无路用的奴仆，是主你的采用。求主也看顾帮赞，互阮会当伫一生的中间谦卑顺服来跟对你，举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主，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愿你平安，愿你一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拢平安。